老东西，鳌拜根本就没有疯，连你也被他给骗了啊！鳌拜没疯？那难道鳌拜是在装疯吗？不错，你所中的大补丸之毒，必须每个月都服用1次解药。但是自从鳌拜装疯以后，你便再也没有找过他拿过解药。这个世上，除了鳌拜，只有李太医能够解此毒，所以鳌拜早就明白，你已经转投了李氏兄妹2人。那日，他特意泼了你一点药汁，把你支开，好单独向太皇太后奏密，以免你泄露给李氏兄妹2人。皇上，鳌拜虽曾祸国殃民，但是他没有真的疯，也算是我大清之福了。那奴才也就死而无憾了。虽然朕早已知晓了真相，但是你肯向朕自首，并出手李氏兄妹，可见你的心中还是有朕的。看在你这一点忠心和侍奉了皇室几十年的份上，朕便饶了你这条狗命。多谢皇上恩典，多谢皇上恩典。你先暂且不动声色，配合朕将李氏兄妹及其背后的反党一网打尽。事成之后，朕自会让鳌拜交出大补丸的解药，免了你日后的后顾之忧。谢皇上。起来吧，别让李欢给发现了。这……你们手上……叔父不必如此沮丧，我早就说过，绝对不会连累叔父。好在义父不想让著名联盟的人知道有你这么一个弟弟，所以叔父的真实身份就只有义父我义欢知道。眼下我们就要撤离紫禁城了，也不能抛下你不管。这样吧，叔父，你跟我们一块撤吧。我跟你们？哎呀，我才不想跟你们去干那种杀头灭族的勾当呢。我在这宫中都已经30年了，都已经习惯了，我到外面没法生活呀。既然叔父不愿意离开紫禁城，那我也不勉强你。不过，康熙已经知道了你在暗中帮助我们传递消息，叔父接下来在宫里的日子，怕是不好过了。这样吧，我给叔父指条生路。啊？生路？什么生路？你马上去向康熙自首，举报我们。你是说让我举报你们？虽然康熙是我们的敌人，但他能不杀鳌拜，不杀雪衣居士，饶恕倾城，说明他胸怀博大，能容人之所不容。只要你去举报我们，让他明白，你对大清还有一份起码的忠诚，不过是受我们的胁迫，暗中帮我们传递点消息，他应该能够饶你一命。自己，看来我这个叔父在你心里还真是被当成一个亲人了。那是自然，我若连人伦亲情都不顾，与禽兽何异？将来还有何脸面去跟康熙争这个天下？老东西，哎，看看这个吧。哎，皇上，这画的不是奴才吗？你再看看画像旁边的小字，李定国啊，李定国，皇上，他不是朝廷一直通缉的乱党的头目吗？是，朝廷通缉的反党头目，和你李德福长得是一模一样。皇上，这真是见了鬼了！皇上，奴才是个孤儿，少年就进了宫，在这宫中30余年来，从未踏出宫中半步，也没有跟宫外面的人有任何联系，更不认识这个李定国，求皇上明鉴。太皇太后也说，你这几十年来在宫中甚是规矩，除了喜欢贪点小权，弄一些钱财，和外界的关系甚是干净。
所以你不可能与反党有瓜葛。你向朕自首，朕才会饶了你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皇上和太皇太后恩典，奴才感激涕零。老东西，皇上果然如建清所说，胸怀宽广，能容人之不能容，将来定是一代明君呢。建清也是个大才，若他不是反党，能跟我一起辅佐皇上，那该有多好！死丫头，跑哪儿去了？大师兄，找到玉环了吗？还没有。你呢？没有，我把他所有爱去的地方都找遍了。他会不会出宫了？不会。他如果出宫了，一定会告诉我的。一定还在紫禁城里。玉环喜欢吃，他会不会在御膳房？对，御膳房。还没有找过，我这就去。我们一起。李太医也在，真的太好了，也省得我再跑一趟太医院，单独请李太医来赴宴了。传皇上口谕，念及李太医兄妹还有丽妃娘娘平拿平西王派来的刺客有功，皇上特意在御花园设了一桌酒席，邀请李太医兄妹还有丽妃娘娘今天晚上共同赴宴赏月。钦此。好，我等奉旨。大胆，还不下跪！哎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这，皇上说了啊，一定不能为难李太医还有丽妃娘娘。你们几个都是大内顶尖的高手，一定要确保李太医还有丽妃娘娘要准时赴宴，不得有半点差池。这。师兄和学姐姐怎么还没赶到？该不会他们在宫里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要不然我去看看吧，咱不能一直这样等下去啊！不行，你现在回宫里，岂不是自投罗网、自寻死路吗？要不这样吧，小师妹你留在这儿，我和叶师弟潜入宫里，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儿。那更不行了，你们对宫里的环境情况什么都不了解，贸然闯入只会更危险。我这次回去想当面跟康熙说清楚，我们虽然是明珠谷的人，但是我没有做过一件伤天害理之事。我不相信龙小弟会是非不分，他会不顾及我们之前的旧情。小师妹，你刚刚说我疯了，我看现在你才是疯了。你以为康熙还是以前那个对你温柔体贴的龙小弟吗？小师妹，这次我赞同叶师弟的，我们是明珠谷的人，和清廷势不两立。虽然你和大师兄救过康熙的命，但凡涉及到清廷的安危，他就不会。樊师姐，小师妹，你，樊姐姐、叶哥哥，对不起了，我刚刚在你们喝的水壶里放了呆若木鸡散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不会让我回去的。但是我心里早就想好，我要回去接应雪姐姐跟朱哥哥，我要当面跟龙小弟说清楚。你们放心吧，2个时辰以后你们就没事了。我得先走了。王祖母，
皇上已经派人请朱慈轩和雪清城去御花园赴宴了。看来皇上今夜可能是要收网了。可是这个李易欢却不见了。不是派人去看住这李易欢了吗？这个李易欢，他诡计多端，轻功卓绝，又会易容。跟踪他的那些侍卫不敢跟得太近，结果就跟丢了。可是皇上明知道李易欢不见了，却不下令封闭城门，也不派人全城搜捕。会不会是皇上要网开一面，故意放他离开了？不会，皇上没那么糊涂。皇上很能沉得住气的，没有露出任何破绽。李欢他们应该没有觉察到已经暴露了。他不肯下令封城搜捕，是因为算准了这朱四轩和雪清城还在宫中，李欢必定不会独自出宫的。皇祖母分析的有道理，是妾身失言了。你呀，这就叫关心则乱了。你要对皇上有信心呢，他毕竟是咱们大清朝的天子啊，他分得清轻重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李太医，不对，朕应该叫你朱家太子。今夜月色如何呀？这月色温柔如水，自是美不胜收。不过只可惜这月色背后，似乎隐有杀气，未免有些煞风景。朱家太子入宫有一段时日了，还是第一次像今夜这般与朕一同畅饮赏月。正好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说说心里话。朱某乐意奉陪。朕问你，在你的心中，朕是怎样的一位皇帝？皇上天纵英才，年少有为，励精图治，博学广识。更难得的是，胸怀宽广，能容常人之所不能容。虽然年纪轻轻，已将帝王之术习得炉火纯青。没想到朱家太子对朕的评价这么高。不过朕相信，你说的都是实话，都是出自真心，发自肺腑。那你知道，在朕的心里是怎么评价你的吗？朱某愿闻其详。你亦是天纵英才，年少有为，励精图治，博学广识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胸怀宽广。你说朕能容常人之不能容，你却是能忍常人之不能忍。你年纪轻轻啊，就已经具备了为君者之才能格局。想不到皇上对朱某的评价如此之高。不过朱某也相信，皇上这话是发自真心，出自肺腑。不错，你我二人应该是真心彼此欣赏，算得上是知己。来，你我不治天下，你若有大才，当应知道大丈夫行事，应当顺应天意和时势，逆天不祥，逆势必败。不错，这帝王天子，实乃天命所归。但这时与命，岂有定数？皇上自幼博览群书，当知史上从无一族人能久战中原。纵然蒙古铁骑强占了大宋江山，建立了大元帝国，但大元帝国的统治一直都是摇摇欲坠。纵然勉强支撑，也未能撑过100年。大元帝国未能撑过100年，主要是败在元朝数代皇帝都固步自封，不肯学习中原文化，一味的强权镇压。但是朕不一样，朕会遵孔孟，行儒术，大力推行满汉乃至各民族融合，共谋发展。到时候，天下各民族都是一家，都是朕的臣民。我爱新觉罗氏，绝不会重蹈前元的覆辙。皇上雄心勃勃，朱某佩服。
你我本该是不共戴天之大敌，不过我也衷心祝皇上能够说到做到。皇上照顾，倾城感激不尽。如今分别在即，就让倾城为皇上第一次献舞，也是最后一舞。丽妃以舞向朕告别，也算是有心了。龙小弟、朱哥哥，你们千万不要动手啊！不管你们谁杀了谁，我都受不了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啊！二师傅，这花枝跟柳枝也能当武器啊？那当然了，咱们中原武术博大精深，炼至最高境界，飞花摘叶都可伤人。皇上！龙小弟，你没事吧？没想到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愿意舍身救人。朱哥哥，你答应过我，你不会伤害龙小弟的。我并没有想要杀他，我以为你落在他的手里，所以在这花叶上下了毒，想让他受伤中毒，不得不放了你。那现在解药呢？只要他放我们平安离开，我自会交出解药。你没事？朕穿了你给的金蚕背心。一欢，你之前去哪儿了？我们都快担心死你了。我之前出宫了一趟，遇到了樊姐姐，我才知道你们在宫里有危险。我这次回来是跟你们同生共死的。大师兄，左额图不见了。一欢，你不该回来的。康熙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我们逃不出去了。龙小弟，你真的要把我们全都杀了吗？太皇太后下了懿旨，要将你们这些反党一网打尽。好，我不求你放了我们，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：杀了我，亲手杀了我。皇上！李公公，扶着他，扶着！别白费功夫了，你们逃不出去的。朱思轩、李宜欢、雪倾城，尔等已是笼中困兽，不要再负隅顽抗了。若是你们肯归降于朕，朕保证既往不咎。皇上，还是让奴才把这帮朱明联盟的余孽全部拿下吧。退下。这朱思轩、李宜欢、雪倾城，你们都听好了。你们虽然是前明的余孽，但是你们屡次救了朕的性命。如果朕现在就杀了你们，你们一定会认为朕是一个无情无义、残忍嗜杀的暴君。所以，朕决定给你们一个机会。龙小弟，你是说你要放了我们吗？如果你们觉得朕是一个好皇帝，能够造福百姓，那朕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，辅佐朕，打造一个太平盛世。如果你们不愿意留下来，
那朕也会放你们归去。玄烨，今日你假作大度的放了我们，不过是想兵不血刃的瓦解我们朱明联盟，然后再逐个剿灭我们。朱思轩，你不要曲解了朕的一番苦心。你若是执迷不悟的话，只怕是江山未复身先死。你们要是不想留下，那朕可以放你们出宫。但是出了宫门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就再也不是朕的朋友，而是我大清的敌人。玄烨，今日你放了我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你不是说过吗？说朕胸怀宽广，能容常人之不能容。朕和你一样，恩怨分明。你们屡次救过朕的性命，朕受了你们的恩惠，放你们出宫，也算是还了这份情谊。朱哥哥，李公公中了你的毒液病，把解药分他一份吧，不要滥杀无辜。好。皇上，您受伤了没有？这药奴才先试试，如果有效果的话，奴才就给您留着。朕没事，朕有金蚕背心。李德福，你刚刚肯挺身救朕，也不枉朕赦了你2次大罪。奴才誓死效忠皇上。所图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放李欢、朱慈轩、雪倾城3人出宫。3日之内不得追捕，3日之后，他们就是朕的敌人。一经发现，立即捕杀，绝不留情。奴才遵旨。你们听到了吗？放他们出宫。现在是走是留？一欢，跟我走吧。一国之君呐，为何置大清安危不顾啊？皇祖母，孙儿并没有置大清的安危于不顾。你明明已经是放虎归山了。皇祖母，朱仁义、朱新南、朱思轩是一个难得的文武全才，若是能为我大清所用，那将是我大清之福。他若是不臣服呢？那朕就拔了他的牙，剪了他的爪。一只没了牙和爪的老虎也就不足为虑了。他是前明的太子，只有收服了他，才能算真正的收服了人心。崴心绝落时，才算是真正坐稳了江山。真是深谋远虑呀！皇祖母都不如你呀！这呆若木鸡散的药效总算是过去了。小师妹进宫都2个多时辰了，她和大师兄雪师姐怎么还没出来？不会是遇到什么意外了吧？不行，我去救他们。哎，你现在着急也没有用，这药效刚刚才过，至少还要过一会儿，我们才能行动自如呢。樊师姐，我能拜托你一件事情吗？什么事啊？我带小师妹私奔的事情，还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，行吗？我其实刚才就是一时糊涂了。我现在已经看清楚小师妹对大师兄的情谊了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胡思乱想了。放心吧，我也不想破坏你和大师兄之间的情分。再说，我和吴应奇的事情，你也一直在师父面前帮我说话。
我心里也很感激。樊师姐别这么说，我们师姐弟从小一同长大，虽然不是亲姐弟，却胜似亲姐弟，彼此照应也是应该的。有人来了，大师兄。大师兄，雪师姐，小师妹，你们总算脱险了，刚刚把我和叶师弟都给急坏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离开这儿，上车再说吧。好。枪！康熙就这么放了你们？他的这份胸怀气度，确实令人钦佩。他不过是在效仿诸葛亮欺秦欺纵孟获的策略，要杀了我们几个容易，但若能收服我们的心，他们大清才算是坐稳了这江山。大师兄说的对，我们不能被康熙的小把戏所迷惑。小师妹，你怎么了？看上去心事重重的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，咱们苦心经营了这么久，全都白费了。欢梅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今天能最后决定跟我走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希望你接下来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回到之前的样子。枪！这个泉水山庄也是我们的据点吗？不错，幸好我们在京郊的香山脚下还备下了这么一处据点。这是大明最后一个皇帝，大明最后一个皇后之灵位，这是你母亲的灵位，而其他这些，都是我大明的重臣义士。有的是为了保护当年还是婴儿的你被清军所追杀，有的是为了光复我大明所牺牲的将士。欢儿，如果他们在九泉之下知道了当年自己用性命换下来的大明后人，不但不想着为他们报仇雪恨，还爱上了他们最大的仇人大清的皇帝，你说他们在九泉之下能瞑目吗？晋王，不要生气了，欢儿也不是有心背叛我们的，只是不知不觉中了康熙的诡计，被他的虚情假意所迷惑了。欢儿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帝王的情爱和仁义呢？这是人间最虚幻的东西。好在欢儿已经离开了紫禁城，再也见不到康熙了，他慢慢会醒过来的。好，欢儿，你现在就当着诸位师长的面发下毒誓，从此再也不要理康熙，再也不要对他动心，跟他一刀两断，势不两立，否则的话，你将永堕无间地狱，永不得超生。我发不了这个誓，因为我做不到。我那样就是欺骗了各位师长，而且我也怕永堕无间地狱，不得超生。你，皇上、皇后、夫人，各位仁人义士，我李定国骄女无方，愧对列位，列位在九泉之下难以瞑目。我李定国如今又有何面目苟活于世上？好，我这就到九泉之下来陪伴你们。晋王，晋王，你师父，樊太医，你不要拦着我，不可呀，晋王。爹，我错了，我发誓还不行吗？不过我得换个说法，即使您不同意，你也不用去九泉之下陪他们，就让我死了，
去九泉之下跟他们请罪吧。那你说来听听。各位神灵在上，各位亡灵在上，我李一欢发誓，以后我尽量不会去想他，我尽量忘了他，我尽量不见他。但是如果我实在忘不了他，我会把他藏在我的心里的一个小角落里，不会因为他而影响到我各位师父还有亲友的情谊，也不会因为他而影响到光复大明的大业，如有为师，那就让我一辈子只能吃糠咽菜，再无福享受人间诸般美食，一辈子只能穿粗布麻衣，再也无福享受人间诸般美衣，让我变成一个丑丫头，不敢照镜子，人见人讨厌，人见人唾弃。啊！你这算什么毒誓啊？师父，这个誓言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小师妹生性贪吃臭美，这个誓言对于她来说已经比死还要毒了。义父，诸位师父，一欢虽然任性妄为，但在此类大是大非面前，绝不敢用谎言来欺瞒各位师长。更何况，情之一字，不是说有就有，说没有就没有的。一欢能立下此誓，已是真心在悔过了，还请诸位师父就原谅他吧。靖王，太子说得对，过不了些时日，花儿会把那个人忘了的。可是，他只说尽量做到，万一他要是做不到呢？爹，我这辈子最怕的不是死，我最怕的是吃不到美食，穿不到美衣，最怕的是变丑。我都发了如此毒誓了，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，那你就杀了我吧。你，靖王，我倒有一个办法，不光可以让大家放心，也可以让一欢安心，不会再胡思乱想。什么办法？既然欢儿跟太子早有婚约在先，而且他们俩也到了婚配的年龄，我们先不想光复大明之事，就先让他们早点完婚吧。哎，这倒是一个好办法。那此事就这么说定了，3日之后为太子和一欢完婚。皇上，请用茶。这茶能喝吗？啊，茶叶还没发好呢。皇上，奴婢给你换一杯吧。不用了，退下。是。欢儿，你在哪儿？你可知道真正在想你，也在想朕吗？龙小弟，我现在正在想你呢，你有在想我吗？不过以后都不能再想你了，不然我就要一辈子只能穿粗布麻衣，吃糠咽菜，变成一个连镜子都不敢照的丑丫头了。老大，你真的要嫁给你的猪哥哥，从此忘了小弟吗？哎呀，走开！我不要见到你！走走走，快滚！
小师妹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我不会滚的。叶哥哥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说让你滚。你穿成这样，你要去干嘛呀？我是来放你走的。放我走？嗯。小师妹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不可能跟我走，但我也知道，你其实也不爱大师兄，心里并不是真的想跟他成婚，对吧？你去后门吧，我在那里给你准备了一匹快马。可是什么呀？可是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！你要是不想看到你爹作吻在你面前，你就只能悄悄逃走了。要不然，你真的嫁给大师兄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小师妹，快上马吧。小师妹，叶师弟，这么晚了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樊姐姐是你啊，吓我一跳。小师妹听说这后山有萤火虫，想让我带她来抓几只回去玩，是吧？这山上哪来的萤火虫啊？我看你是想带小师妹逃走吧？樊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走吧。小师妹啊，不是我不想让你逃，大师傅他们早就想到你可能要逃婚了，所以特地派我来盯着你呢。樊师姐，你和吴英奇也是相爱不能相守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就放小师妹走吧。嗯。小师妹，虽然从小我爹就偏爱你，让我心里一直耿耿于怀，但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一样疼爱，也希望你能够幸福。你走吧，只是现在别骑马，以免惊动了师傅们。等走远些再上马吧。樊姐姐，谢谢你。走吧。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方可谈。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。手握乾坤，仙风女子在云端。花开之间，留蝴蝶掌心清泉。天与地，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还原，心中细流，回远方清泉，回首一生路漫漫。天与地，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还原，书继续前。